依然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播电台。讲甜丁说甜丁，甜丁说不尽。讲到聊甜丁，伊的故事是真多。这个人啊，对牛码头啊，也就是咱的清水，来到台北，尾啊呢，搁走去家人比伫八里，会使讲啊，只要是为卡食的所在，就有人流传伊的故事。聊甜丁的故事是真精彩，歌册甲电影拢有咧播，啊，搁有电动啊，甲伊播。毋过，若是咱日本时代报纸有甲显，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完全无共的聊甜丁。根据日本时代判决书，聊甜丁总共犯下5件的这个窃盗案件，3届的监视违反，1届的窃盗未遂，落尾才是上严重的杀人案件。传说中的聊甜丁不依天正地。阁有法度盗恶，毋过呢，咱详细甲研究，对1902年到1909年之间，其实大细案件关放安尼，长者10外月，短者20天，放出来伊阁定爱去找警察报道，亲像咱现代讲的电子卡寮这款禁锢，袂使黑白搬厝，嘛袂使黑白换头路。结果聊甜丁拢是怪无偌久，就开始想空想芳，四界爬走，阁乱扫。讲伊盗甲无数，也许是甲即个部分嘛算在内，因为实际上咱看伊的刑期啊，差不多拢是有关甲足，才甲伊放出来。1901年8月初1，聊甜丁前一届去判4个月刑期，才拄结束尔。虽然是出狱的自由身啊，毋对呢，因为日本政府要矫正犯人的缘故，也要遵守半冬的这个监视规定，暗时去找这个牛码头的警察报道。结果伊逃走的落跑，阁无打紧。讲8月28号半暝啊，伊竟然阁继续犯案，走来去台中百货商人田正武山因兜偷摕衫裤，去互主人发现。就安尼，9月的时阵，台中地方法院阁判伊动禁50个月，监视共款是半冬6个月。1904年7月，即摆伊就出狱啊，伊去找一个邦桥人叫张富的，2个人共谋啊，要撞入去一个港价，偷这个3161块。听众朋友，恁也知影，这3000几块伫迄个时代是有碗大圆。人讲食米吼，就爱知影米价。1904年的10块银哦，即马会当买到150公斤的白米。你看这3000块有偌大圆？所以有人咧讲啊，这聊甜丁什么劫富济贫啊，其实吼应该是对港价赤暗的一个改变。因为警察咧掠人的时阵吼，敢若有掠到张富，无掠到聊甜丁啦。伊甲这3000块吼摕条，甲伊心爱大稻埕的艺段阿乖吼，闪来到台中去。逐工吼就为非三做啦，飘倒印总来就对。甲迄3000块吼安尼开甲打。台中警察吼嘛毋是食菜啊，实在是有一届吼甲掠着，毋过搁去逃走，爱着米来去北投，从此啊销声的影要一冬。伊看风头有较过啊，才开始呢，咧大稻埕的南街，搁有这个大龙帮，咧犯案，偷摕这个王庆忠吼，搁有一寡商号吼，较贵重的这个金仔啦，搁有这个物件。即届吼，搁叫掠着，关了足4冬，其实是聊甜丁向关上久的一届。对日本警察来讲，这是一个互人足头疼的人物。因为安尼吼挑战这个警察的公信力，有影吼会妨碍到日本人的统治。虽然迄当阵的警察有一个叫做犯罪责决的权力，一寡小案件会使直接由这个警察的署长来裁决，就送去监狱执行。不过呢，聊甜丁伊愈舞愈大条，伊的刑期对初犯的2个月，加增加到来4年。伊的案件拢大甲一定要经过法院的审判才会用。这对警察来讲，
嘛是足下面做一件代志。所以讲，这个插青该拜啊，毋是无道理。廖添丁出来了后，伊暗算讲要抢一个较大条的，伊去想到这个林本源在大稻埕的房产，因为林本源这个家大业大，若是要抢要偷都无讲介简单啦。所以即届这个廖添丁毋若招兵买马，伊头一个落手的对象，竟然是这个杜秀场甲派出所的巡察宿舍。因为内底有这个春电枪，甲一寡枪支，佮有警察的配件，所以廖添丁真正得手这个武器啊。毋过嘛，因为安尼惊动了所有的警察，伊甲这个武器先藏伫淡水河边这田地内底，讲要等风头过了后，伊才要来摕这个武器去抢林本源。毋过，互伊料想袂到，是即届警察呢决心要甲抓起来。就布下天罗地网，安排密探跟踪廖添丁。提早知影呢，伊倒一天呢要来抢这林本源，就安尼穿便便咧淡水河边食凊饭个等。迄当阵，廖添丁拄好驶船要靠岸，伊看岸边这个情势无啥对动，滑头就做伊选。廖添丁不愧是一个有经验的贼头。看到台北警察布下这个非常警戒线，伊就开始四界走来走去。有消息讲伊伫大屯山啦，佮有人讲伊咧干道啦，飞电就是飘忽不定。无偌久，才有密探回报讲，看到这个廖添丁伫家人的前下港，也就是即马三坑迄边，毋知佮咧安排啥物代志。听讲廖添丁伫家人。台北警察呢，就赶紧甲这个家人的警察甲联络，先是布下重兵，佮找到一个密探，叫做陈良久，甲伊骗到这个陈良久因厝内，想讲即届罢免会当甲抓起来，想袂到伊手头佮留一支纯电枪，看到警察的围捕，知影是去互这个陈良久出卖，当场就甲这个陈良久弹死，趁机会来逃走。廖添丁呢，伊嘛有感受到讲，即个警察咧甲办的速度甲进程是完全无共款啦。离开家人了后，伊就暂时甲所有的共党拢断联络，因为伊毋知影是谁摕到日本警察的好处来去做即个密探。为着性命安全，伊甘愿一个人匿伫咧八里的即个山洞内底。毋过两脚肉嘛有芳，伊是安怎拢料想袂到。迄个自头到尾拢足听廖添丁的杨林，伊竟然叫警察来甲抓。廖添丁本底嘛是想要甲弹死，结果枪支弹袂出来，颠倒去用杨林用猪头活活来攻死，结束了伊万恶的一生。有人讲杨林是警察的密探，因为知影伊过顶工这廖添丁就要倒来去台中，所以紧落手甲刣。嘛有人讲，这个杨林是小贪着廖添丁身躯的200块，佮有人讲，因为廖添丁去强奸这个杨林因某，杨林呢才心生怨愤，为妻报仇。毋管是倒一种讲法，其实拢有伊讲袂通的所在。所以甚至有人讲，杨林根本就是甲廖添丁联手，甲一个无辜的人刣死，甲伊面讲甲烂。去顶替廖添丁，真正的廖添丁早就逃到台中去找伊心爱的阿乖啊！欢迎听众朋友回来甲咱宜兰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这个少年人现义广告电台这个名甲咱这个主题廖添丁实在是有够哈麻，因为较早咱台湾人对廖添丁的故事，其实就是听广播、听五六天咧讲广告安尼，讲添丁说添丁，添丁说不尽。而且这五六天伊单靠这个讲这个廖添丁的故事买楼啊厝啦，买领病啦，佮卖迄个烤地糖啊，趁家真正是趁钱，敢若咧趁水共款。
伊留下即个廖添丁的故事内底吼，其实有一寡就是野史啦，伊家己创作啦，吼一寡编的一寡故事安尼，其实就是甲伊即个传奇人物吼，用甲搁较即个花巴撩呢着对。毋过嘛是因为有伊的即个头起生成做即个工课，尾啊呢，咱对廖添丁的故事才哪来哪有兴趣啊？兴甲吼，讲20当前有一个人毋知是毋知伊是五路天啊，是安尼听伤济啊，是安尼去甲即个廖添丁吼用做迄个电动啦吼，拍电动囡仔人咧耍迄电动，啊是迄个2D 画的迄款，甲当洛克人啊吼，超级玛丽迄款，啊毋过主角变做廖添丁。今仔日咱就请到即个廖添丁电动之父马索你好。大家听众观，大家好，我是马索。20档无毋对啦吼。无毋对，第一版迄个 Fresh 的版本是2004年。嘿，就是 Fresh。即马 Fresh 嘛袂当用啊吼，袂当用。咱较早就是电脑课的时阵，老师若无咧管控咱的电脑，咱就甲啥物 Fresh 啦，啥物或者史莱姆的头一间厝啊，甲拍开，啊就开始耍啊，啥物皮卡丘拍沙滩排球啦，钓鱼啊啦，聊天顶。啊，毋过聊天顶面故事较长，逐个拢是耍一半就叫老师切掉啊。对，不过迄个时阵我嘛无做了，敢若做2关。对。啊，你是安怎会去做迄聊天顶即个游戏啊？当初迄个时阵就是我的迄个硕士的论文，我是读迄个台湾艺术大学研究所。迄个时阵我就较爱做电动嘛，所以我就甲老师参详讲，我会点做一个作品来毕业无？你讲会使？迄个时阵2004年迄个时阵，会晓知影讲。迄个时阵学界开始有较咧关心本土的迄款文化，所以老师嘛鼓励讲，你会当找一个本土的故事来做无？我就找看一寡台湾有关的一寡故事，什物电信公啦，还是有诶无诶。我看聊天顶即个题材是较适合做电动，做一个。就经济你有去听迄五路天伊咧讲过无？为着做即个专题，有特别去听啦。其实我细汉是较无咧听，因为细汉出来诶许多人可能较无咧听，所以我嘛无伫我细汉迄个时代听过。我就是讲你有迄个背景，是无？但是我细汉我头一摆看到五路天，伊伫电视顶头，毋是咧讲聊天顶。伊迄个时阵是地下电台，伊用盖台嘛。对。迄个时阵我咧看三台的一寡连续剧还是啥，忽然间一个就撞出来，就撞出来，就开始咧讲伊的物件，我就讲袂晓啊。伊迄个时阵应该是讲一寡政治有关。对。所以才用盖台嘛。就是伊迄个年代就是伊甲各一个本路乡啊，汪笨虎。两个人诶。迄个时阵我足细汉诶，我看这是啥物件，看无。但后来我才知影讲迄伊是五路天。才知影伊咧做啥物代志安尼。五路天吼，其实我即马甲迄个国宝吼，陈宝贵老师吼，咧学念歌。伊个会晓教家戏，甲学教家。陈宝贵老师伊诶迄个做伙表演的伴吼，都陈美珠。陈美珠已经过身啊。其实伊两个人，美珠甲贵宝，其实就是替塞幽灵龙。这叫做珠宝贵宝诶这个原型。伊两个吼，其实捌嘛，互去迄个五路天请去因迄个电视台。毋是录音哦，是录影哦。录影。因着穿水水啊，开始念迄个古早的故事啦，唱古早的故事安尼。陈宝贵老师有一届甲讲，迄五路天吼有一届甲讲，恁录了吼，看恁要去4楼，因为4楼有点仔病，讲恁要去4楼继续录，若是无爱吼，恁就好来转，有朋友来相找。那也是雄即个时间来，因为就暗嘛。结果因就无好来款收收诶，物件款收收诶，要宝贵老师讲，伊要落迄个楼梯诶时阵，拄好下骹一阵穿乌衫起来楼梯，我知去撞着罗马，毋知是要来讨笑还是安怎，因着紧来旋。其实五路天迄当阵咧拍即
节目伊是足艰苦，伊嘛搁爱注射，搁爱食药啊，拢讲啊透天光安尼。啊，即马网络顶头的 YouTube， 恁若是有去甲搜寻，其实会当看到伊用影片的方式，有共款咧讲聊天顶的故事。嘿，就是这物件。啊，尾啊，咱会讲20档了后，你搁有即个机会会当甲故事甲讲好透咧。后来就是因为我其实这20档，其实到当是20档啦，但是你讲上新出的迄个是2001年，迄个时候应该算起来是17档。迄个专栏开始的时候是2019年。哦。所以差不多16吧。15、16档左右。其实这中间这个时间，其实一直拢有想要甲这个 game 甲伊做了。嘛有一直伫收集一寡资料啊，嘛对即个5、6天啊，还是聊天顶遮个代志愈来愈了解。其实聊天顶的故事，这15档其实拢有变化，对无？有新的资料出来，对无？对，就是迄警察日本警察的迄个资料，愈来愈多嘛，愈来愈多，所以才会当知影愈多迄个一寡 details。但是一直无迄个时间甲能力，因为你爱做一个较完整的、较大型的一个 game， 其实一个人要做是真困难。而且我这20档嘛是爱趁钱，嘛是爱去上班啥，所以不过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啦，有一个朋友伊后来就是阮的这个 game 的共同的制作人，伊的外号叫 PP 啦，伊有熟悉一个金主，有金主，伊愿意出这笔钱来投资这个专栏，对，虽然中间有发生一寡代志啦，因为金主后来有换人啊，反正最后经过差不多2、3年左右甲这个专栏做了。真好，加才有甲这游戏做了，因为这游戏毋那甲聊天顶的故事保留起来，而且佫有甲一寡迄落咱讲野史也好，这落真正的这个历史，日本警察迄边的记录嘛好，其实都有做一寡这落保留，佫有一个改编而且呢，在游戏内底佫有甲杨秀卿老师的声音甲留起来，对无？对。是安怎个想到去用杨秀卿老师的声音啊？迄时嘛是去找一寡资料的时阵有找到一个，因为我著搜迄个社区这个关键字嘛，就是聊天钉嘛，你就看进去资料，就看到一个迄个杨秀卿老师伊嘛是迄足久嘛是20几档前出的一本册，迄本册就是讲伊是有声书嘛，就是副 CD， 副 CD 内容就是伊念歌这个聊天顶的故事嘛，迄册内底就是遐个歌词。毋过迄内底故事版本是有较含啦。对，其实每一个版本拢就含。除了现实迄个版本以外，大部分拢是就含的，对吧？就看这我听迄个 CD，听迄个念歌，感觉这真趣味。感觉这若放喺游戏内底，应该是袂歹。而且念歌这个，人足感动的呢。莫讲迄什物乌悟空迄乌悟空，伊毋是嘛放一个迄落因迄个陕北说书迄有无？其实伊迄无写，咱早就有啊，对无？甲念歌放喺游戏内底，而且伊迄你若听。徛咧遐听迄个念歌，伊有迄个成就会当摕。我毋是看攻略知影哦，我是为着要甲杨老师的歌互听互透，我着规个人徛喺遐，听煞，就跳一个成就出来。我是真正有介意这个念歌的人，雄雄去我当着这个成就。好，咱这集呢差不多讲到这，后一集呢要继续来讲聊天顶这个游戏，做了做煞了呢，马叔即嘛共款咧游戏界电动界这边呢嘛是有咧交叉，不过呢伊后一步要安怎行，要去倒位，其实我知影足侪咱的听众有捌看咱用迄个网络咧直播游戏的人嘛，就想要知影讲聊天顶尾啊咧，佮敢有要继续出佮是迄个聊天顶敢有拍即个续集，有续集的可能无？
咱后一集呢，继续甲马叔来开讲。咱是义言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 Podcast。咱后一届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义言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